而家全世界都講緊 AI，但係你有冇諗過，同樣問一條問題，有啲人10幾秒就做到提案框架、補晒風險，甚至預演答辯，但係大部分人問 AI 呢，問完都唔知點繼續，最後呢又係用翻舊方法去做嘢。今日嘅試堂就係俾你真實睇到 AI 喺你嘅工作場景可以點樣即刻幫到你。正式課堂我哋會使用 ChatGPT 操作，但係因為 ChatGPT 喺香港未能直接使用，一般都需要用一個叫做 VPN 嘅網絡工具去轉一轉地區先可以登入。而由於呢一堂係試堂課，未必每一位同學已經自己準備好 VPN，所以今日示範我哋會以 Microsoft Copilot 代替 ChatGPT。我哋教嘅係思考框架同操作方法，學到嘅內容都可以適用於其他 AI 工具。好多嘅職場人士都會遇到一個問題，老細 challenge 你估唔到佢下一句問乜，準備答辯要揾資料、補風險、諗方向，呢啲全部都要靠經驗，但我哋可以用 AI 幫你更快解決呢個問題。首先，我哋可以打開瀏覽器，喺地址欄輸入 copilot.microsoft.com 訪問 Copilot。一般我哋都會去登入賬號，方便你可以隨時揾翻之前嘅對話記錄。我哋可以 click 左下角嘅登入，再撳登入 button， 然後你可以根據需要用 Microsoft、Apple 或者 Google account 去登入。登入成功之後呢，我哋需要進行一啲簡單嘅 setting， 例如出生日期同國家地區。填好呢啲 information 之後呢，我哋就可以撳繼續。咁我哋就可以見到 Copilot 嘅主界面啦。我哋可以一齊做第一個示範呢。我呢度有一份做好嘅方案，我想叫 Copilot 幫我睇下，如果佢係我上司，會點 challenge 呢個方案。大家可以跟住我喺 Copilot 輸入框打呢個 prompt， 請從管理層視角提出5個你會 challenge 呢個方案嘅關鍵問題。跟住我哋喺輸入框左下角揾到呢個加號，撳入去，再揀新增影像或檔案，揾到呢份提案，撳開啟，將佢提交俾 Copilot 幫我哋分析。然後呢，我哋就可以撳右下角嘅上箭嘴 icon， 將指令同提案發送俾 Copilot。好快我哋就可以睇到 Copilot 嘅答覆。大家睇到嘅答覆可能會同我呢個演示唔一樣啊，因為每個人輸入嘅細節同 AI 每次運算都會有差異，但係邏輯基本都差唔多。例如針對我嘅提案，佢從投資合理性、顧客體驗、技術風險、人力管理、數據價值呢5個方面提出咗 challenge。咁樣我哋就可以針對 AI 提出嘅呢啲 challenge 提早準備、補充資料、改善方案。頭先老細 challenge 嘅5個點，其實就係管理層最關心嘅5大因素。所以第2步我哋會繼續用 Copilot 快速幫你做一個完整嘅策略分析框架。即係平時你可能要用幾個鐘做嘅嘢，我哋繼續啱啱嘅對話，將呢條 prompt 打入對話框。請從管理層頭先 challenge 嘅5個點分析呢個提案嘅機會、風險、需要補充嘅資料以及建議方向，再撳上箭嘴 icon， 將指令發送俾 Copilot。你會見到頭先老細 challenge 你嘅內容啦， Copilot 已經幫你重新整理成一套好清晰嘅分析框架，針對每個 challenge 嘅地方講俾你聽，邊度有機會，邊度有風險，邊度需要補翻資料，同埋下一步應該點做。呢個就係有框架嘅分析。而你今日睇嘅只係最表層，正式課堂會教你點樣用管理層模式諗問題，點樣設計你自己嘅 AI 工作流程，點樣用 AI 拉高你嘅職場競爭力，點樣做屬於你嘅職涯版本 workflow。 正式課堂會帶你進入一個更全面、更有結構嘅操作方式，唔再係點用，而係教你點樣真正落地，真正提升產出。可能好多同學會擔心，我唔識 setting VPN， 我搞唔掂，我唔知邊度出錯。所以我哋會提供 WeChat 同 WhatsApp 支援，有任何關於課堂問題，我哋都可以 support 你。如果有需要，仲可以安排 Google Meet 遠端協助你，確保你能夠順利完成每個步驟，令你可以用得順手，用得放心。欲知詳情，可以 WhatsApp 同我哋聯絡詢問。